Hello，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接咗手，我係阿 Van，我係 Jenny。咁我哋今日啦係嚟到咗珠海，位於珠海唐家高新區呢邊嘅情侶北路上面啊，嚟帶大家嚟了解一下喺呢邊嘅海景一線海景嘅單位嚇。冇錯。咁我其實喺珠海啊，成條情侶路係非常之長噶，從情侶南路開始到情侶北路啦，甚至珠海嘅金灣航空新城都仲有一段叫情侶路。反正只要沿住呢一段嘅愛伶丁洋珠江出海口咧，我哋都可以稱之為情侶路嘅。咁嘅話，成個情侶路嘅全長係可以話從我哋珠海嘅唐家呢個高新區落咗高速開始，一直沿住海邊到珠海嘅金灣國際機場啊，總長度咧足足係有60公里咁長㗎。因為佢成片咧都係圍住珠海喺度啊嘛。咁話佢一直連通住啦，唔單止珠海唐家嘅高新區，包括珠海市區老城區嘅吉大、拱北口岸、青茂口岸，然之後啦，可能大家熟知嘅灣11號啊，同埋嗰個華發琴澳新城嗰邊咧十字門片區，亦都係情侶路嘅一部分嚟㗎啦。咁我哋呢一邊嘅話咧，唐家高新區呢一邊嘅環境咧，就可以話係新起嘅一個周邊嘅無論從配套嗰方面，包括自然環境啦、生態啦，相比較之下咧，都係會比老城區嗰邊更加靚㗎嚇。咁而家我哋今日咧係最主要帶大家睇一睇離後我哋而家身後背後呢一邊咧，都係位於珠海嘅呢個格力海岸嘅呢個屋苑啊。成個屋苑佔地非常之大，最早嘅話咧，而家住緊嘅已經係1期到6期㗎啦。包括6期咧，仲有部分嘅尾貨現樓單位都係在售嘅。但我哋今日咧係最主要睇我哋格力海岸嘅7期就係呢個仲有綠色嘅腳手架。前面呢一片商業嘅背後一線海景單位啊，咁我可以見到啦，前面嘅嗰個高層灰色嘅建築住宅建築咧，係有一個圓形嘅個露台，3個露台就分別係咧我哋格力海岸一線海景嘅114方、119方同埋130方呢3個戶型嚟嘅。咁當然啦，係仲有部分咧都係未見到睇唔到海景咁嘅話咧，亦都係望園林入邊嘅景觀嘅細戶型包括啦64方到69方2房到3房嘅單位都係有得選擇㗎。咁背後咧係我哋7期嘅呢個腳手架呢度，亦都係格力海岸剩低嘅12萬方嘅呢個商業綜合體，非常之誇張。咁話係之前開嘅1到6期嘅商業咧，係前面即係矮啲嘅有大概4、5樓層高嘅呢邊咧，都係一個8萬方嘅商業，就已經咧係開業咗，而且係運營咗有4、5年嘅咁個時間喺度。不過咧講真句，喺呢個周邊嘅片區，可能生活嘅氣息就唔係話煙火氣十分濃，人流量唔係話特別大所以咧就呢邊嘅商業並冇開齊商家嘅入住率咧大概係60% 咁上下。不過唔緊要落樓都可以解決到行街、買嘢、食飯、睇戲各方面咧，大嘅商場入邊有嘅商業配套佢都已經係有齊晒啦。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呢個格力海岸呢邊情侶北路嘅呢一條海景嘅步道啦。最主要都係呢個無論從園林配套或者佢公園啦周邊嘅休閒配套都係十分之齊全㗎。咁而家我哋就直接咧上到去位於7期4棟嘅呢個實體樓嗰邊，帶大家睇一睇一線海景單位114方到130方嘅呢3個示範單位先啦。出發。咁我仲從嗰個樓下嘅情侶路咧上到嚟我哋格力海岸7期位於4棟呢邊實體嘅做咗示範單位同埋交樓標準嘅呢個。而家因為我啱先我上 lift 嘅時候佢冇顯示啦，大概係喺23樓嘅一個高度嘅。咁我哋呢邊嘅7期嘅住宅咧係做咗一層三部 lift 一層3梯8伙。大家冇聽錯，係密度就係咁高啦，8伙人家。因為咧係我哋格力海岸嘅7期嘅呢幾棟當中係做咗最細嘅係64方嘅2房單位，到最大嘅130方嘅3房單位。咁我話喺我哋呢一邊嘅話咧，並唔係話全部都可以見到海景嘅，就好似我而家身後嘅呢2間，分別係65方嘅2房到73方嘅2房啦。佢係向翻
向翻西南同埋北面嘅，就望唔到我哋正南向嘅一線嘅海景。咁啊嚟到呢邊嘅話咧，就左右兩戶就全部係可以望到海景嘅114方嘅3房同埋119方嘅3房。我哋先嚟睇睇一線海景最細嘅114方啦。入到門嘅位置已經係嚟到咗我哋飯廳啊，包括啦客廳呢邊嘅公共嘅活動空間，可以通過鏡頭見到啊呢邊佢入邊就做咗一個直播間喺度嘅，不過大家都可以參考埋我哋嘅呢邊嘅交流標準。因為佢入邊咧就冇似其他嘅示範單位擺到太多嗰個裝飾啊，或者係軟裝嗰方面嘅，大家就已經可以見到啦。成個飯廳加埋客廳呢邊嘅活動空間係咪十分之誇張喺度？喺飯廳入門嘅呢一個空間開間已經係有5米半嘅一個開間喺度啦。不過嚟翻正式嘅客廳咧，只係得個3米半嘅開間嘅啫。不過咧呢一個114方啊，佢只係做咗3房2廳1個洗手間啊。咁陣間帶大家睇一睇休息區。入門飯廳嘅位置咧，就係我哋114方廚房嘅位置嚟㗎啦。正對住門口就嚟到咗我哋呢個廚房啦。咁佢一樣啦，到咗一個獨立嘅感廚啊嘛。咁大家如果後期唔中意呢種設計嘅話咧，可以自己設計翻嗰種現時比較流行嘅嗰種半開放式嘅廚房啦。咁行翻到入嚟咧，其實我仲係覺得相對於114平方嚟講嘅話咧，呢個廚房仲係細翻少少。咁同樣做咗一個 U 字形啦。咁呢一邊其實呢一邊嘅呢個操作空間會大翻好多，但係咧咁呢個煮餸嘅呢個活動空間就細翻少少咯。咁呢個上下嘅廚具啦都係交流標準咯。呢個灶圖啦、爐圖啦，同埋呢個抽油煙機亦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咁呢度咧仲有向東嘅呢個方向，仲有一扇明窗。咁佢呢個採光嘅話咧就唔算話好好，因為佢對面仲有一間對住嘅，所以佢個通風各方面就唔算話太好咯。咁熱水器咧就放喺呢個位置啦，仲有插座同你預留好呢度。咁冰箱咧就放喺呢度啦。咁我目測咧可以放到一個雙門冰箱都係冇問題嘅。咁你鏡頭嘅後面呢度咧就係餐台部分啦。咁其實餐廳嘅話咧對住門口唔算話太好咯，可以偏過嚟少少放喺呢一個位置都完全 OK 嘅。擺張圓台啦、長台啦、正方形台啦，睇翻大家自己後期選擇啊嘛。咁啦，我哋呢個114方嘅戶型包括係格力海岸所有嘅戶型入邊，客廳同埋飯廳呢邊嘅交流標準都係鋪好晒呢個實木嘅實木地板喺度，包括房間都係全部鋪晒地板，就同其他嘅屋苑大精裝嘅設計有少少唔同喺度。咁如果係中意客廳啦，包括公共空間鋪翻地磚嘅朋友咧咁後期就需要自己改啦，或者係睇一睇其他嘅項目。咁我哋114方嘅呢個戶型呢邊咧就係第一間客房，採光會有少少嘅不足，只不過係喺我哋嘅南向中間嘅流動之間咧，會留咗一個向南嘅採光通風嘅玻璃窗喺度。因為我哋呢一邊嘅戶型咧係將露台同埋主人間，因為做3房啊嘛，就肯定有一間咧係做咗個暗房嘅設計喺度。不過係我哋嘅休息區，放翻張1.5米嘅床，後期做翻書台、做翻衣櫃都係冇問題。呢邊嘅空間咧十分之充足喺度。咁呢一間客房嘅話，就其實每一間客房咧，佢都係得房嘅面積係一樣大嘅放落去嘅都係1.5米到1.8米嘅床。呢邊第2間房間係咪採光就零舍唔同㗎啦？因為係喺我哋嘅房間嘅位置就已經有個非常之大嘅飄窗台，可以出到去露台出到嚟露台呢一邊已經係可以望晒成片嘅呢一個海景喺度。隔遠今日嘅天氣非常之好，不過濕氣有啲重。如果天氣好啲嘅情況下，係可以直望香港嘅大嶼山同埋深圳嘅前海嘅。咁我哋呢一邊露台嘅話咧，係從第一間客房出到嚟客廳，再出翻嚟係主人間嗰度。咁我哋從呢一邊入翻去自己嘅客廳嘅位置先。不過呢邊可能關住口，去向入邊嗰度，我哋行翻。好似喺珠海嘅呢個情侶路上面咧，要話海景嘅
屋苑單位啊，真係直望嘅咧並唔多㗎啦。之前咧喺我哋嘅前環嚇，即係唐家嘅高新區呢度，係仲有人行嘅濱海半島啊。另外嘅華發綠楊灣啊，濱海半島已經全部賣晒啦，交樓俾業主去使用啦。咁嘅話咧，華發綠楊灣都有咁靚嘅一線海景，不過嗰邊在售嘅最細嘅面積已經係258方，而且係清水交樓㗎。咁啊，睇一睇我哋114方嘅另外休息區嗰一邊嚇。係，咁呢度咧其實係一個公共洗手間啊嘛，咁佢得一個洗手間㗎咋，咁其實呢個 size 咧還算 OK 啊。咁呢個鏡櫃啦，同埋呢個洗手盤咧交付標準啊嘛，俾大家睇下佢嘅一個儲物空間先，全部打開俾大家睇睇，其實還算 OK 哦，亦都可以嘅，因為佢點講咧，得一個洗手間啊嘛，咁佢完都可以噶啦。咁佢做咗一個3段式噶啦，大家可以眼見到。咁當然啦，後期呢度係有上門嘅有扇門係關上嘅。咁同大家展示一下佢呢個淋浴空間啦。我2隻手張開都係完全足夠晒嘅。玻璃趟門夾翻起身啦，用嘅智能馬桶。咁頭上嘅涼霸亦都有埋嘅，都係交付標準。跟住翻向呢個方向咧，都係同客廳一樣嘅方向嘛。仲有一間房間，咁佢呢個採光我真係非常之中意。咁全屋嘅中央空調啦，同埋實木地板啦，都係交付標準。咁我覺得咧喺呢度擺翻張2米嘅床啦，或者係1.5米嘅床啦、1.5米嘅床啦，亦都可以擺喺中間呢度。咁兩邊咧 set 翻個2個床頭櫃啊。咁呢個方向咧仲可以 set 埋一個到頂嘅衣櫃，都完全冇晒問題嘅。我覺得呢種戶型格局咧都非常之好咯。咁但係最大嘅缺點都係得一個洗手間嘅啫，我覺得就差咗少少。冇錯，所以佢呢邊得房率咧，亦都係佢嘅缺點之一嚟㗎冇辦法，每一個樓盤有佢自己嘅優點，亦有佢嘅缺點喺度。所以各位朋友，你哋喺度選擇嘅時候咧，就要自己考慮一下實際嘅一個用嘅情況同埋住嘅嗰個需求啦。冇錯。咁我哋呢邊嘅咧就係一線海景嘅，仲有另外咧119方，比呢個大5個平方，就已經可以做到3房2廳2個洗手間戶型，就喺隔離嘅啫。我哋去睇埋佢先。喺我哋啱先睇114方正出嚟嘅隔離呢一戶，就係我哋隔離海岸，亦都係一線海景單位嘅119方。可以通過戶型圖見到格局咧係十分之方正喺度。只不過入門嘅位置贈送咗以露台形式嚟佈建嘅一個入戶花園，俾各位朋友你哋覺得好似呢一個戶型咧唔係十分之方正嘅嚇，其實咧係正好嘅，係露台嗰度咧有個半圓嘅對外嘅海景露台嘅啫。咁我哋119方嘅單位只係比114方多咗5個平方，首先就多咗呢一邊嘅呢個入戶花園喺度，利用率可以做到非常之高㗎。咁我哋呢邊119方就係做咗示範單位嘅形式，可以見到入門嘅位置咧，其實都屬於我哋屋企自己獨立嘅空間，並唔係話好似之前人哋見到嗰啲屋苑咧，喺我哋入門嘅位置喺出邊又要點樣利用啦，或者把係貴啦嚇，咁呢一個119方就唔需要擔心，入戶花園都係自己戶型入邊嘅可以利用到噶啦。做翻鞋櫃再做翻包括嗰個洗衣機、屋企入邊嘅熱水器，仲有雜物咧，都可以喺我哋入戶花園嘅呢一個位置融入埋入去。面積咧大概係喺有6個方、6到7個方咁上下嘅嚇。入翻嗰個我哋入戶花園就正式到咗啦，我哋呢個3房2廳2衛嘅屋企入邊嘅部分啦。入邊可以見到都已經係全部佈置好晒，家私電器作為一個示範單位俾到大家去參考。戶型咧十分之方正，從我哋嘅飯廳到客廳再到出邊嘅露台，一條直線做到南北對流嘅呢個效果喺度，開間都係去到3.6米嘅一個開間喺度，直接向南呢邊直開出嚟嘅位置咧，都係可以同114方一樣，係可以望到我哋啦呢個一線嘅海景喺度。咁樓下嘅呢個腳手架，我開頭嘅時候亦都有介紹到，係一個4層高大概係喺12萬方嘅一個新嘅商業綜合體。因為之前咧係格力海岸呢邊咧，原來嘅4期1到6期門口嗰邊咧係8萬方嘅一個商業嚟㗎嚇。咁入翻嚟屋企啦，可以見到雖然話佈置咗家私，但都可以見到喺我哋地板咧，客廳、飯廳係鋪好咗呢個木地板喺度㗎嚇。入門嘅位置咧就放張
長方形嘅餐台坐6位屋企人一齊用餐啦。不過就其實可以利用到嘅空間仲有非常多嘅嚇。將餐台如果話移翻出嚟少少嘅情況下咧，喺嗰個佈景牆嗰度擺翻一牆嘅陳列櫃，擺翻你哋自己中意收藏嘅酒類啊，包括雪茄啊或者收藏品咧，呢一種設計都係非常之唔錯噶。咁我哋呢個119方嘅廚房咧，就做咗一個大 U 字形嘅設計啦。咁後期交樓嘅時候咧，包括上面嘅儲物櫃、油煙機、爐頭，不過咧就冇做消毒碗櫃嘅。下邊呢一個 U 字形嘅操作台，全部都係交樓嘅標準。呢個位置非常之闊綽，後期完全夠位置放翻我哋嘅微波爐、焗爐啊、蒸箱啊，包括麵包機、咖啡機，全部都放喺你操作台嗰度，完全唔係問題。咁後期交樓嘅時候會有扇玻璃嘅趟門立喺呢度會做一個趟門嘅設計啦。咁可以做翻，先至可以開通到天然氣。因為咧係喺珠海呢邊嘅高層嘅住宅，一定要封閉式嘅廚房先可以做到呢個天然氣嘅開通㗎嚇。咁我哋呢邊每一個洗手間咧公共嘅洗手間，只要係3房嘅單位，佢都係做呢種3段式分離嘅呢種設計喺度。眼見嘅硬裝全部都係交樓嘅標準啦。色彩嘅搭配亦都係用偏灰色少少，又唔係話深灰就唔係話顯得太暗啊嘛，係咪？因為喺屋企入邊真係要長期住起身咧，我更加建議大家係揀翻米色或者淺灰色嘅設計無論係嗰啲出邊啲陽光曬翻入嚟屋企入邊咧，會顯得你屋企咧就會更加光猛少少。咁我哋呢邊第一間客房放咗我哋嘅全部嘅原裝家私，放翻張1.5米嘅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地喺度，而且仲做咗書台同埋我哋嘅衣櫃。呢邊嘅活動空間十分之充足喺度。119方做3房2廳2衛嘅一個設計喺我哋中間公共嘅空間咧，休息區同埋洗手間係佈置喺兩邊嘅。我哋睇埋第2間客房先。第2間客房啦，呢個就唔係向南嘅一個朝向啦，係一個西南向嘅。咁嘅話喺出邊咧，呢個就算喺西南向嘅位置，都可以通過我哋呢一個差唔多落到飄窗嘅呢個大玻璃窗咧，望到出邊嘅部分海景單位。所以每一個戶型咧，佢有佢自己嘅嗰個優點喺度，係嘛？將最好嘅採光留翻俾客廳、露台同埋主人間。不過咧，不足之處都會有嘅，就好似譬如話我哋呢一間客房咁就唔係正對海景嘅單位喺度，入邊咧都係佈置咗一張1.2米嘅床啦，做翻啲原裝家私俾大家參考到，仲有幾多嘅活動空間。第3個房間就自然係我哋嘅主人間啦，採光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就因為佢採光實在太好，後期交樓嘅時候要黐翻張磨砂紙喺度做翻少少隱私性啊嘛，係咪？咁我哋呢一邊就算主人間咧，亦都係有個落地嘅大玻璃趟門，可以出到我哋嘅露台出邊欣賞到我哋珠海情侶路呢一片向正南嘅一線海景啊！咁我哋每一間房間佢屋企入邊，包括客廳都係做好咗格力品牌嘅嗰個風管機喺度，即係做好咗中央空調啦。咁喺我哋主人間嘅呢個位置就算放咗呢一張床係1.5米嘅，兩邊咧仲可以放到床頭櫃。咁其實咧完全夠位置，將我哋主人間嘅呢邊嘅呢一埲牆做翻嗰個衣櫃喺度擺翻我哋嘅電視機，或者我哋女士嘅梳妝台都係完全冇問題嘅。但係你話咧呢一個戶型格局方正都算係比較實用，但係佢嘅面積係要賣到119方。咁其實按照珠海市其他住宅嘅新規嚟講120方嘅單位就已經係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嘅大4房，所以呢邊嘅得房率咧確實係爭咗少少咁多嘅。咁我哋7期嘅一線嘅海景，我哋睇完114、119，仲有一個最大嘅130方嘅單位，我哋咧就要需要兜過翻電梯嘅嗰邊去睇埋佢入邊嘅嗰個交樓標準咧。OK， 咁我哋睇翻呢度咧係而家在售格力海岸7期130方，做3房2廳2衛最大嘅呢一個戶型。咁喺我哋呢一邊咧入門嘅位置同119方嘅單位一模一樣係有一個
贈送嘅半贈送面積嘅一個以露台形式嚟佈建嘅一個入戶嘅花園喺度。不過咧，佢出邊包括後期都係用嚟晾衫啊，或者係擺翻熱水器喺呢度嚇。咁入到入戶花園嘅呢一扇門先至係我哋正式130方嘅單位。咁我哋入門咧係佈置咗廚房嘅嗰個位置喺度。雖然話入門嘅時候咧見到有埲牆喺度，會覺得呢一個戶型咧好似唔係十方之方正，係咪？其實並唔係咁嘅。就除咗入嚟廚房嘅呢個位置咧，係我哋一個樓板嘅結構就多出嚟嘅面積咧。其實真正屋企咧係從我呢埲牆開始入到去客廳嘅位置，做到左右兩邊一個對稱嘅戶型咁中間呢度咧先至係我哋嘅飯廳同埋客廳，而且咧呢邊嘅廚房咧做嘅都要比其他另外兩個戶型更加大嘅。咁呢個廚房大家可以見到啦，同大家做咗呢種獨立嘅感廚啊嘛。咁行翻到入嚟咧，你其實嚟嗰度冇喐嗱，我係呢個位置，佢個進深非常之長，我特別中意呢種風格，而且佢咧係做咗 U 字形噶嘛。咁呢種設計風格咧，令到中間嘅呢個活動空間會大翻好多啊嘛。跟住翻同大家介紹下有咩交標先。嗱，咁上下嘅廚櫃啦，同埋廚房嘅三件套亦都係交樓標準，但係佢嘅呢個就唔係交標啦，消毒碗櫃就唔係㗎啦。咁後期大家揾 Jenny 買樓可以送過俾你啊嘛。咁佢呢個爐頭啦，同埋抽油煙機咧，用嘅都係西門子品牌嘅，大品牌用料唔差嘅。翻到嚟呢邊咧，有一個星盤仲有粗拉式嘅水龍頭俾到大家。我覺得呢種都非常之實用咯。咁冰箱位咧放喺呢個位置，放到雙開門冰箱喎。咁出翻到嚟咧就係我哋餐台部分啦。放咗張長方形嘅餐台啦，咁4到6人8到6人都冇問題。咁旁邊仲可以 set 翻一長嘅一個餐邊櫃都有空間俾到大家嘅。咁對於喺格力海岸呢度嚟講，其實並冇做到非常之大嘅，好似灣11號咁樣嘅185方甚至249方嗰啲大平層。不過咧，望到咁靚嘅海景我相信只要啱啱好夠住就 OK 㗎啦。咁同其他114、119方一樣嘅，出到嚟嘅話都係向正南嘅一個朝向，做到一個非常之大嘅弧形嘅露台，面積咧有一半係贈送。如果你問我佢係點樣佈建嘅，點樣去計嗰個面積呢個圓形咧，我就真係唔識度啦。不過我出到嚟咧，眼見呢3個露台咧個面積大概咧係10個方左右嘅。咁嘅話喺入翻我哋嘅客廳嘅位置就自然咧就會比其他兩個細戶型要闊綽好多啦。開間咧係去到一個3.8米嘅。咁我哋呢個都係喺中間係公共空間兩邊咧係做咗我哋嘅休息區。咁呢邊嘅亦一樣啦，都係一個3段式分離一個公共洗手間乾濕分離嘅淋浴間馬桶咁話喺入邊嗰度就係去洗手間同埋沖涼噶啦，然之後做咗我哋嘅化妝鏡櫃咧同埋洗手盤係喺出邊嘅位置，咁啦就唔影響到，可以令到嗰個利用率咧會更加高啊嘛。咁我哋呢邊咧就係我哋第一間客房啦。唔知點解係示範單位呢度咧放開張 sofa 喺度不過做翻一張其實都可以見到喺牆頭嘅床頭嘅位置做咗兩邊嘅插蘇預留嘅咧係一張1.5米到1.8米床嘅一個位置喺度，後期都可以做到3邊落地嘅。咁喺自己嘅客房呢度都一樣係有個玻璃窗咧，係可以通出去我哋露台嘅位置後期仲有位置咧做翻我哋嘅衣櫃包括女士嘅梳妝台。不過呢間客房嚟嘅就唔一定要做梳妝台啦。咁我話放翻張書台都係冇問題嘅啦咁向東嘅呢一邊咧就仲有第二間客房啦。我哋第二間客房咧其實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好方正啊嘛。咁其實如果大家要將佢作為一間客房嚟使用嘅話咧，喺呢度擺翻張1.2米嘅床啦，亦都可以做翻一個標準嘅客房嘅。咁佢全屋嘅中央空調啦，同埋實木地板啦，亦都係交樓標準。咁過嚟行下睇到呢度有個控制嘅一個面板啊嘛。咁佢全屋咧都係獨立嘅，每個房間每個控制自己房間，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好。咁對翻過嚟仲有一間房，大家睇睇呢間房。到咗最後一間嘅話咧，就係住人間嘅設計啦。咁我話係我哋嘅洗手間做咗個套間嘅一個轉角位，做咗個乾濕分離嘅淋浴間包括咧亦都係一個採光通風嘅一個玻璃窗喺呢度嘅。咁我話後期喺洗手間呢度咧都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好嘅
通風嘅效果喺度。咁嘅話，其實我哋對翻呢個130方嘅戶型嚟講咧，咁嘅話只係做咗一個3房嘅單位。講真，實用率並唔係好高，包括佢個得房率咧，大概加埋贈送嘅面積係95% 咁上下。咁嘅話就唔單止係因為我哋而家格力海岸嘅7期呢個海景嘅單位咧，成個棟數記唔記得啊？係做3梯8伙人家嘅，公攤面積咧係多咗少少，所以佢呢個得房率咧係會比其他樓盤屋苑包括一啲珠海市按照新規嚟報建嘅，好似灣11號啦，包括南灣首府，仲有港灣新城咧，嗰邊得房率係好高嘛，甚至係超過100% 嗰度。所以咧，如果大家係考慮到得房率呢方面嘅話咧，我其實並唔係話十分之建議大家嚟睇格力海岸嘅呢個7期嘅。最緊要咧，只係呢個1線嘅海景單位啫。真係非常靚，好中意。如果係有咁多口人咧，就需要住到3房嘅情況下，又想享受到1線咁靚嘅一個海景望到港珠澳大橋景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呢一邊喺唐家高新區嘅格力海岸第7期啦。感興趣嘅朋友可以通過右上角嘅聯繫方式致電或者WhatsApp我哋會將格力海岸嘅詳細資料分享俾到大家嘅。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